也那川普的就职典礼，咱国的代表庆贺团的团长，也就是立法院长韩国瑜，20甲驻美代表朱大雷去国会大厦透过转播来观礼。也那其他7个下党派的立委，嘛去主办单位安排的场地来看转播观礼。 透早6点就出发，由总统赖清德指派台湾庆贺团，20天也未光就出发，要去参加美国总统川普的就职典礼。行程正保密，自美国代表处伫典礼结束了，才公布影片。庆贺团团长韩国瑜加驻美国代表吴大雷入去国会大楼邮寄中心解放厅看转播观礼。结果事后证明，我们前面代表处的保密功夫也做得非常的好，美国友人也协助。 我们终于顺利的达成我们预期的目标，代表台湾人民向美国人民表达我们祝贺之意。那这个过程一切都顺利，我们也让全世界看到台湾在这次的盛会没有缺席。因为咱台湾庆贺团其他7位立法委员关志勋、王定宇、葛鲁君、李干秀、陈冠廷、郭耀晴加陈珠娇，是在华府地铁到管制区内面第一资本体育馆贵宾区包厢看大型幕参加川普的就职典礼。这是平时扎实的功夫，平时经营的人脉关系，加上这一次就职典礼，他们将士用命哈。 当一切事情从不可能变可能，当一切事情都是很顺利的时候，你知道吗？那背后代表了多少人的长期的努力。驻美国代表处讲，这是咱国驻美国代表处第2遍得到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主办单位的正式邀请。庆贺团是讲，会甲这边参加就职典礼观察，再登来立法院分析未来甲川普政府合作的方向。公司新闻采访报道。